大家好，我哋廣州嘅街坊又有免費嘅展覽睇啦。從11月25號到12月7號，第15屆廣東省民間工藝精品展喺位於麓湖嘅廣州人民藝術中心舉辦展覽。呢幅係布雕畫《百鳥朝鳳圖》，係用布料雕刻製作而成。我都係第一次見呢一種工藝。呢一次嘅廣東省民間工藝精品呢，係為廣州嘅街坊展示咗嚟自全省各地嘅200件嶺南民間工藝精品。呢次嘅民間工藝精品展呢，全部都係我哋廣東嶺南嘅作品。佢喺廣州人民藝術中心1樓嘅2號廳、3號廳舉辦展覽。除咗星期一閉館休息之外，喺12月7號之前，每日都可以免費嚟參觀㗎。參展嘅呢200件作品呢，係精挑細選出嚟嘅，而且你認真睇下，係咪覺得好似咩品種都有啊？嗱，呢啲係公仔啦，咁另外佢仲有木雕、陶塑、廣彩、潮繡，呢種應該係潮州嗰種木雕啊，呢種應該係豬繡。其實我都唔係好識嘅，因為你要好認真睇下邊嘅解說，呢個應該係陶塑嚟嘅。呢件首飾我真係超級中意啊，雍容華貴，而且極具我哋嶺南嘅特色。佢個名就叫做雲山珠水紅棉開。呢套茶具非常之有意境，你睇下佢個茶盤係一間遺屋嚟嘅，呢個代表嘅係我哋嘅客家文化，清茶一盞。呢度每一件參展作品都有佢獨特嘅意境同埋獨特嘅含義，所以有時間一定要嚟廣州人民藝術中心嚟睇一睇咁靚嘅廣東省民間工藝精品展。我嚟睇展覽嘅呢一日係11月25號，係精品節嘅開幕，有好多參展作品嘅作者係親自嚟到現場，為我哋觀眾現場介紹佢哋嘅參展作品。呢度展覽嘅係新會嘅展誌，作者介紹咧，只要你掃碼就可以聽到新會會城話講嘅童謠。橙好吃，地好行，呢個音呢就係我哋鄉音。你做咗幾耐？呢一張我做咗大概係7個月時間。7個月時間，係就雕成係呢一張。係啦，從開料到成品嘅完成。哇，好精細，而且佢下邊呢度中間仲有。係佢好似一個花籃形。係啊。呢個係我哋傳統嘅港式家具嘅一種表現手法。係咪屬於講作家具啊？係屬於講作家具。浮現出來，遠看是花，近看是字，字畫融合在一起，這個是梅花篆字的獨特的一種特色。它也是來自於咱們民間的一種文化藝術形態。你看這個就是一個集字，就是以集的集字。啱先呢位作者就介紹佢嘅梅花篆字，呢種字睇落去好似一幅梅花咁，你認真睇佢中間有一個字嘅，我都係第一次睇呢一種非遺工藝。咁今日係開幕啊嘛，25號，所以有好大量嘅街坊咧係前嚟參觀嘅。我俾你猜一個謎啊，喺2號館嘅門口有一公一乸2條鰲魚，嗱鰲魚係咁樣嘅，你估下邊條係公邊條係乸？喺15運會開幕式上邊咪有條好巨大嘅鰲魚嘅，跟住喺燈光節有好多朋友話晚黑睇唔到嗰條魚啊嘛，嗰條鰲魚嘅原型依家就喺呢度啦。呢條係公定母啊？你估下？我估呢個係應該係母咯，因為個紅色噶。這個就是公，因為呢，這個是公啊，跟舞蹈一樣的，它公要吸引母，所以它要很漂亮、很花巧來吸引母的。所以簡單，明白啦。聽會長講完之後，記住啦，紅色嘅靚嗰條係公，呢條綠色嘅先係乸。下次你嚟睇展覽嗰時，認真睇睇啦。呢度就係天河龍獅協會咧，俾我哋睇佢哋嘅 VR 體驗啦。佢哋喺15運會嘅開幕式上係表演舞獅噶。廣東民間藝術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寶庫中一顆最璀璨的明珠。各位街坊，呢排有時間記得過嚟行下麓湖啦，嚟我哋麓湖嘅廣州人民藝術中心參觀第15屆廣東省民間工藝精品展，感受我哋廣東民間工藝嘅魅力啊！多謝你嘅點讚同關注，拜拜。